嗨，大家平安，老师平安平安，安，观众朋友大家平安，食饱未？最近泰国淹水最严重诶吼，水诶敢有摕啊未？有较退啊，但是足侪物件拢无法度用吼，工厂拢无法度入去安尼。台湾足好诶吼，台湾即阵无啥物啊，吼。台湾即阵天气真热三个时拢嘛会落寡雨凉冷点啊。但是听讲疫情已经控制好啊，所以你会当开始上课上班。是吼，阮遮个国小甲国中伫即礼拜就陆续要来开课啊嘿。嗯，对，可以，咱开学，学校开学，所以咱的台语嘛爱讲着圣经，对，这是有一点仔较难的对无？老师要甲咱考试对无？今仔日开学第一棒，圣经，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吼，嘿，呃，早吼，我喺读册的时阵，嘿，拢上课拢骑脚踏车嘛吼，行对，行到入路口的时阵，就会嗯有一个人讲同学，怎样？嗯，我一个头一看，哇，嗯是外国人，是外国人啊，外国啊，人嘿，伊讲讲台中语吗？毋讲台语，讲迄个华语，讲比嘿，阮伫台湾的人更较好。一看嘿，到伊是外国诶人，拢生得足缘投诶，小嘿，姐拢生得足水诶。伊拢嘿，讲你敢要学英文无？我要来遮教英文。结果恁哦，知因是啥物人？因是因是摩门教吗？因是摩门，我讲摩门教嘛吼。嘿，伫台湾有叫做基督末世教会。哦，哇塞，教会哦，就是有啊，华拢做语吼，引导，来骑自行车，骑脚踏车对无？嘿嘿嘿嘿，华语哦，叫做耶稣末代基督教嘿，会啦吼。那足目前济吼，伫台对，湾即个宗教足兴非常兴。哦，真诶嘛，足济人会伫因着沿街对无吼，搁逐间厝甲伊弄门吼。讲嘿，是，你要来看这免费，要学英文无安尼？嗯，大部分人拢会讲好对无？对所以咱来看看这对无？看迄咱到底是堪有啥物无共吼？嗯，然后咱今仔要来，咱顶几届会将有讲着吼，讲咱嗯伫上帝互咱独济的界限，咱拢要去遵守，拢造成咱即个社会也好，也是讲咱自然环境有一寡变化。事实上，伫咱的信仰的中间吼，咱拢去面对独济头人讲着即个摩门教吼。最是近哪想伫咱的中间有一个叫做东方闪电，你有听过？哦，对，这久以前有听对，过，即久啊，伊伫台湾伊无叫东方闪电，伊叫做嘿，神的教会啦。神的教，神的对，你啊，伫网络顶悬看，毋知迄到底是真诶神还是假诶神安尼吼？嘿，但是因讲着耶稣基督吼，所啊，以啥物叫使徒圣经吼？因为伫每一个无共款的时代，每一个基督徒拢会拄着是，无共款的挑战。咱哦，拄着的挑战是对，也是毋对吼。往往嗯吼，咱毋知影哦，嗯，是，对吧？像摩门所以，教，伊讲伊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嘿对，东方闪电，伊嘛讲伊是传基督福音。咱是，讲咱嘛是传基督福音。到底对啥传是对的？对，啥物人讲诶是对诶吼。已经有呃，足侪人坐第一排甲老师问好啊吼，大家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会记得吼，我差不多嗯几当前有去迄个新人上一寡课吼。伊嗯讲吼，啥物叫异端？嗯咱拢讲咱去拄着独济无共款的异端。啥物叫异端吼？随种吼，异端嗰种一个平衡点啦吼。一人徛是，伫一边，一个徛伫一边，无共边嘛吼。看嗯对方种是异端。
啊，事实甲是异端无？事实上吼，你当时毋知影，因为只是伊甲我徛伫无共款位置安尼啊。但是伊也是异端，事实上吼，我讲异端，伊讲我异端，啊，所以当时你每一个时代有拄着无共款的挑战的时阵，啊，咱要安怎来分辨我现在所信的即个，啊是真正的耶稣基督？是。啊，所有的产生一个疏导圣经吼，啊，咱来读一个，我来读啦吼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天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三通，罪的赦免，独体的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你看这有啥物问题无？这有啥物问题无？姐。问题？这篇有啥问题无？这有啥物问题？吼，迄个咱来看啦吼，你初代教会吼，对这有问题啊，初代教会对这篇就有问题啊。因吼，伫耶稣时代吼，耶稣迄时代就人讲吼，因无相信有死人搁活代志。哦。咱才讲吼，伊要为伊要死落阴府埋葬哦，啊第三天倒为死人中搁活哦。伫初代教会就拄到这个问题啊。伊讲无啦，迄人哪会死个倒活？对无吼？啊，伫咱即马想讲，奇怪，在世女玛利亚出世。哦，伊对在世女玛利亚来出世吼，一个无结婚的查囡仔，敢会生囝？无结婚袂生囝，袂生囝嘛吼，会生囝嘛。但是咱先讲吼，耶稣的妈妈玛利亚，吼，伊还未嫁伊的先生约瑟棒棒的阵吼，啊，就有一个心啊，吼，就有耶稣。所以讲吼，你这个物件，伫咱过去的历史中间内面。对咱的信仰有独一的条件，好，咱才有尾有讲就讲肉体过活嘛。迄阵就人相信耶稣耶稣讲肉体过活，伫耶稣的时代，伊就有人无相信啊。但是这就是这篇信徒圣经吼，就真做咱对咱即马来信耶稣基督，咱对有相信嘛吼。但是伫为耶稣的时代到即马就2000多冬。每一个时代拢去面对着即个问题，有人讲有，有人讲无，人相信迄，有人相信迄，有人讲我是种耶和华见证人，我有一套无共款的圣经，有人讲无，耶稣是安那，我即马是耶稣的兄弟，所以我即马是一个先知，是安尼样，所以讲你每一个时代拢去拄着即个问题，所以咱经常讲着讲。我读册时有拄着即个耶和华见证人吼，讲小朋友，我来教你英文好无？你教我来遐，我将福音传互你。好，如果咱有知影，咱即摆所信的是即个使徒圣经，咱遮虽然无规矩，但咱看着吼，这是圣经的要义，就是讲圣经基本性就是讲遮代志尔。如果有人讲。甲这无共款的，你就知影伊即单有可能是异端，你都爱非常的注意。有人问讲，这是即个倒一个版本哦。迄个圣经来讲吼，即以目前讲的圣经有这个使徒圣经嘛，都有一个尼西亚圣经，拢是伫无共款的时代的个别吼。我即马我所相信的这个信用个别啦吼，信仰告白，是啥物安尼哦？我说现在讲圣经是啥物吼？有一个人我有找这个哇世界吼，伊伫1934年9月，教会报顶有写这个文章，我看袂歹。这个人吼是马偕博士的外孙。是。
马街的孙子吼，嘿，个孙子外对啊，孙啊，第三代的吼，嘿，好，马家博士的查某囝的囝，都算是外孙嘛吼，外孙，伊囝婿囝啦吼。是，伊才讲着吼，伊即篇是讲完全伊写的吼，啊，我着照伊安尼说伊摕落来啊，大家分享看卖嘛吼。伊讲圣经就是教会道理的精神甲义理，吼，规本圣经咧讲的即个代志安尼啊，哦，伊袂超过即个圣经的所讲的代志，啊，伊是顺序甲排列，伊包含着咱咧讲圣经啊讲圣册啦，中间文本的上要紧的道理。是信徒着爱去尊探啊，保重的道理，保重就是讲吼，爱去宝贵看重的物件啦吼，这个保重吼。圣经是做信徒信用的标准，也是信徒生命信用的标准。所以做一个信徒的人，应该遵守、保重、甲着尽力保护的。吼，就是讲吼，即个圣经，台湾有念一段圣经，就是圣经人今日讲着遮尔，超过遮个物件，有可能得去注意。但是有一寡伊地区的信仰个别吼，伊有参考着伊的在地的文化、在地看法啦吼。你讲对甲毋对吼，我相信这物件着每一人爱去看重伊所写的，甲圣经假是对也是毋对。所以讲写讲吼。圣经是对圣经内面抽出来的一部分，吼，所以这个根本的基础就是圣经就是圣册吼，因为安尼咱着看重这个圣册，上时嘛爱对重这个圣经，互咱看这本圣经所讲的是啥物件？事实这个咱看到这个圣经吼，就是讲的是规本圣经上根本的物件。是，即伊继续安尼讲啦吼，对古早到今纯正的教会，拢是因为有遵守、有保重圣册，也遵守、保重圣经，才会保全纯粹的道理，袂去受着异端邪说的摇动。因为有教会为着无对重圣经，就是无去对重这个圣册啦吼。煞地到受到异端邪说的拍乱去，伊变一个无纯正的教会，虽然伊有教会这个名存在，但伊的信仰已经变去啊，所以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代志啦吼。对安尼看来，圣经毋那是信徒个人信仰的标准甲个别，有缘吼是教会信仰的目标，甲个积德因传。种信徒的大的题目吼，所以大不了着爱大大的保重这个圣经吼。伊说是安尼讲吼，伊则有讲有一寡例啦，伊讲吼，保罗对提摩太安尼讲吼，提摩太啊，所交托你的，你着保守伊，伊去有名无实的智慧，才会粗俗的腐事，甲三比较的辩论，有人自称有这号智慧。就已经差谬道理。伊讲吼，无伊甲你辩论性的代志，但是伊却无去注重着咱信仰的根本。我讲伊是伊耶稣独生是耶稣是上帝独生囝。伊讲伊要得为天而得来，要成做咱的救赎主。我讲无，伊无可能得我，伊嘛无可能得来。这就是一个辩论。但是伊迄个保罗题目来讲吼。你毋通去用一寡无一寡无好诶辩论啊，拢讲我写对是假，所以伊就讲你毋通去做遮代志吼。伊在安尼讲吼，你对我所听到遮个端正诶话诶模样，着用伫耶稣基督诶信甲忍耐来接受伊，吼。咱来看一页吼。保罗写互迄个菲律宾人诶批吼，伊话安尼讲嘛吼，当恁惊代志，着下伫基督诶福音，互我检查来见着恁，也是离开恁，会听起恁诶代志，就是恁伫一个神徛在，
用一心为着福音的信三甲出力。吼，伊讲你为什要哪去徛在你即个上帝遐？就是你有去遵守着初代遮个使徒所教互恁的所有代志，吼，啊，遮会较咧看吼，彼得的批嘛咧讲吼，恁对神坚固着抵挡伊，即伊就是魔鬼。哦，咱头我看着讲咧，阮读册时有读者迄个读引导的外国哥哥。哦，来讲这小朋友，我来教你什么物件，啊，来会安那，像伊后壁藏着伊要传伊即个耶和华见证伊的，所讲的福音道理，即个嘛真做讲咱对咱的信仰就偏差，所以讲即个有可能就是在即所指即魔鬼，吼，咱来看吼，犹太的批要安尼讲吼，所听的兄弟啊。为着做诶，歹势，为着做诶一个交代伫信徒诶道理出来，来出来交战。咱为啥出来？咱知这毋好诶，咱知影，因为咱为啥知影？因为咱一个早，人讲即个师徒信仰，啥物是咱信仰诶根本？咱着爱来为即个物件来争战。我知是毋对诶，我着爱去抵挡伊吼。来，咱来，伊这规篇吼，这规篇即个歌世界吼，即个张乐啦吼，伊安尼讲吼，按安尼咱通知吼，咱若去保重圣经，就是保重使徒迄时所教示的道理，初代教会信仰的根本，就是保重主耶稣基督直接的教示。所以是种吼，咱为耶稣时代到即满2000几冬，咱看到以色列民族内面伊有足侪，互人担袂起的一寡律法，吼。即个物件，敢是耶稣所教示的？就是像我喺想咯，迄阵耶稣伫地面上3年半的生涯内面吼，应该无限制遮侪啦吼，有可能是因。我就是讲因当时因为迦南地来到歹势，因为迄个埃及地来到迦南地时，因惊因去受着因当时因边仔的一寡族群影响伊，所以佮讲，恁去迦南地时阵，你袂使传遐个女子来做某。慢慢就会衍生出侪问题，但是有可能因当地的神明崇拜会走入来因的宗教信仰的崇拜内面，慢慢伊信仰就会变质。咱免使讲你所信是对的，啥物信是毋对的。然后咱迄个圣经有讲着，足根本的物件，足根本的物件。这足根本的物件是当时伫初代教会所教示的，嘛是顺承耶稣的教示。所以有可能咱伫信仰的内面，咱爱去注重即个物件。所以读者教会聚会内面会去念着使徒圣经，就是讲，个别我即摆信仰是啥物件？我规个聚会内面有可能有唱歌，有牧师的正道，这个正道物件袂使去离开即个圣经的标准，这是实上的物件。我相信讲，咱基督徒如果有去注重即个物件，咱得去尊探上帝互咱的诫命。像迄个前几工阮咧聚会时阵，就讲着犹太人因有一个叫7天的安息年，个49天的大安息年。事实上，有人会遵守，有人袂遵守，为什么？因为因无去深知上帝对犹太人因的疼。因毋茫讲土地受着安息，会当休困。人虽然有困苦，将土地卖出去啊，但是犹原伊伫几冬了后，这土地当转来到伊的家族内面，伊会当靠这土地来生活。所以我相信伫咱这个世界中间有真侪上帝互咱真好的教导，咱去了着，都会食到一寡咱土地的一寡无好，像讲最近伫泰国有个大水灾，
我毋知这个大凊彩是为虾米会产生啦，但我嘛有嘛吼。我相信但是咱知影即一两天有真济个病伫咱个世界喺流行，咱目前都无法度真好诶去控制伊。我相信这过程中间应该有上帝真好诶旨内面，虽然人暂时有一寡痛苦，但是我相信人愿意倒一届倒来伫上帝诶面前，关好啊来祈祷，好啊认罪。我相信这个世界要有一个好诶特殊，上帝国嘛要临到咱诶中间。对，真正足重要诶吼，因为足侪人拢会讲，我嘛是讲耶稣啊，对，啥物人讲诶是真诶啊，所以真重要。所以迄个人讲爱食饱来讲台语，对无？食饱来听老师讲吼，多谢明辉弟兄，来个有张弟兄，今仔日足侪人吼，来个有一个一个叫做即个毋知影即位叫做啥物吼，歹势看名，嘿对，应该嘛是熟悉诶咯。大家好，所以大家食饱会记过来继续听老师讲圣经，来阮即个节目嘛，真欢迎你会晓讲台语诶人嘛起来共阮讲3分钟、2分钟嘛好吼。会当讲趣味诶代志，你对讲台语有发生过啥物趣味诶代志？即个节目是泰国诶科莫基金会甲台南信教会做伙联合主持诶，欢迎你会当帮忙按赞对无？若有朋友会晓讲台语诶嘛，希望你会当帮阮宣传，每礼拜一诶下暗8点10分台湾时间，那个泰国时间，我讲泰语吼，泰国时间7点10分空中再会，多谢老师，多谢观众朋友，多谢大家，下礼拜再会，平安。